王主挖空王的旨意，特意以示之宝，白玉枪一对，震过天条，显以万世。好，太好！披世之宝，瑞士啊！来，将宝物送往万寿山，寿宝楼寿庄啊！遵旨。现在，你这次上京而来，也会袂少的日期，沿路莫非有看到我国美景的风光吗？回陛下，臣将由江南而来，会时大概差不多2个月，沿路只见山川秀丽，风光奇珍，土。散货财绕如万国，真乃奢华富足之地，非神所及，好典呀！好，贵卿，命你下地。是啊，万岁。老臣在。今早就想要到江南一游，如今搁听贵卿伫咧讲，无咯，皇上啊，这社稷重任非同小可啊！朝廷之上，岂可一日无君呢？搁再讲，皇上你想要远游他乡，嘿，我这个朝廷的国政是要派啥物人来处理呀？皇上，杨太师所造极事，愿皇上保重圣宗，不可为师。皇上，太后若知影这件代志，未必然的答应皇上远游，愿皇上三思。愿皇上三思啊！哎呀，三思，今只是讲理。也无讲假是已经去了，何必这么正着急呢？退班，退班。两皇新河旧有不轨之心，暗中买通着总管太监小青，随时留意着朝中的一举一动。今仔日知影郑德军向往江南的风光，小青赶紧写信通知着两皇，两皇便打算要来诱款着郑德军下江南一游，派人接驾偷取玉旨，以备起兵谋反。王爷，头日做这件事，就交予属下来去办。哦，袂用哩，袂用哩。你虽然武功高强，这个代志若交予你去办，一定会成功。但是你是本王心腹的王官，什么人嘛是知影。若由你下手落去，无论输成败，总会连累到本王。但是，除了属下，其他的人敢有这个本领？
王爷，属下有一个妙计。夏姑娘，你有啥物妙计，尽管讲出来。请你王官以武会友，印证武学为由，拜下擂台，就选英才。王爷，虽然无人的功夫会当比李阳官更加好，但是只要若是有李阳官的七八成，安尼也必定替王爷你效命啊！安尼好，本王即刻命人，在南昌城外金凤名卡高大擂台，李成在命你为擂台主。是。杭州旅馆出招！在下武冈公孙明，出招！在下福州小明，出招！哇！班姐，我来啊！狗囡仔，你的轻功阁袂，我会知。什么狗囡仔？我叫做文怡，文丽，我甲你借这个擂台，甲大家讲几句话。喂，恁大家听我真少。阮义友讲过，恁拢无伊的应准。我来这个所在相拍，我甲恁讲，恁若毋赶紧离开，小等下，互阮义友来，恁随也随的，个拢毋免想要活命。笑命，我讲的是真实的。狗囡仔，你的义父是啥物人？你毋知影？我报一个互你偏方。阮义友就住伫这个金凤岭上的金凤坡，名叫崔燕云，人称玉面虎。玉文虎、崔燕云，这是什么款人物？是安怎样？人听到伊的名，也都唔敢出来比武。伊的武功确实不坏。夏姑娘，你就禀告王爷。是，王爷用笔。水某那佳人。身手阁这么好，归阮太可惜。本王应该用重金聘请伊来做本王一片之力啊！不可得过。玉面虎，
虽然崔艳云伊无彼安什么金银财宝，但是只要王爷你将收藏多年的碟谱来送互伊，伊必定会动心嘛。你来人啊！来，将本王的碟谱摕出来。梁王为着要来吸收着崔艳云，伊情愿挂碍将伊珍藏10数年来的碟谱要来送互伊，决定派出着手下勤工杜绝、礼貌无相的管玉箫，前往金凤岭要来说服着崔艳云。管玉箫的老爸管志多，伊李成是好朋友，两个人同齐来投效着梁王。但是伊发现着梁王有不轨的意图迄个时阵，伊想得要抽身离体，因为安尼来激怒着梁王，将伊囚禁伫咧地牢内面，已经整整半年了。管玉箫为着老爸的安危，只好遵照着梁王的吩咐，来到金凤岭金凤坡。你什么人？小兄弟，我叫做管玉箫，我是有代志要来找崔艳云崔大姐，是毋是会免麻烦你查咯？这位姑娘真客气，竟然无叫我交因啊，称呼我是小兄弟，无问题。崔艳云是我的客爸啊，我带你来去找伊。管玉箫姑娘讲要来找你，两块是倒位来？是。等落紧甲阮二舅讲看你是对倒来。崔大姐，我是连王爷派来人，名叫管玉箫。惊受，哈！恁若无安怎样，伊袂去教你。婉儿，恁拢退后。是。关姑娘，请坐哦。阮听厝人做歌情，恋无股票我心兴，看来传闻不可信，无辜
你讲我听看卖，伊凭什么要互我这个崔某去为后命呢？莲王心存不轨，凡是明白是非的人，拢无可能去斗佢。唉，我若不是为着阿爹，嘛无可能听伊的命令。既然崔艳芬甲无爱答应就算了，为着我也已经来过啊，莲王应该是袂生气我才对。崔大姐，既然你甲唔答应，那安尼我只好是转来。我也无讲唔答应啊，啊你哪就要走呢？关姑娘，你将遐个宝物摕我看卖咧，假使我若是唔介意，我马上就甲你同行到南昌去见灵王。崔大姐，这本玉谱是已经失传40多年的武林绝学。灵王的好意，我心领就是。崔大爷，这个玉谱是失传40年武林的绝学呢。这我知影。那安尼你想袂到崔艳芬，不但武功好，容貌又搁甲皇上一模一样。若有伊来相助，大事必定会成。我绝对袂用你放走这个人。崔大姐，事不相瞒，当今皇上实在无路用，每日干那会晓佚佗，掠细术，看戏，根本不理朝政，所以本王有意错入大志，想要借崔大姐你的人才来强成大业，也毋过。崔大姐，你唔肯收下玉谱，是毋是无愿意辅助本王？我答应为灵王效命，但是灵王的聘礼重聘就崔某的重金，我想讲要换。换？要换？哈哈哈哈哈！只要天下间所有物件你若有介意，我一定会送你。你唔知介意啥的？我介意管玉箫。崔艳芬爱我，才会成婚。是啊，伊连武林的至宝玉谱伊都无爱，偏偏介意你。王爷，你叫就叫我来去讲啊。我唔答应。玉箫。这是
使讲崔艳魂，乃等结嫁成功，取得玉女，那呢，王爷想要做皇帝的心愿就已经完成一半。到迄个时阵，都唔惊王爷唔释放恁爹爹出地牢啊！还佫有，李用官已经先行一步进京去咯。小青太监会替引进一个人，保证会当使皇上离京。什么人？皇上的堂弟一王朱福。无你是咧创啥哩？你若有亏，你就紧拍；你若有话，你就紧讲。你鬼鬼祟祟伫咧